各位朋友，今天跟各位聊別為難自己。人生這一輩子最難的不是征服世界，而是學會面對自己。很多人活得很累，不是因為日子太苦，而是總想改變別人，總希望別人理解自己，體諒自己，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做。可你慢慢就會發現，這世上最難改變的從來不是命運，而是人心。你苦口婆心地勸一個人，他未必會聽；你拼命付出感情，別人也未必珍惜。你越想控制，越容易失望。你越想改變別人，最後受傷的往往是自己。所以，人到了一定年紀，終究會明白一句話：真正成熟的人，不是改變別人，而是改變自己。人生其實有3把鑰匙：接納、改變、放下。第一把鑰匙叫接納。接納不是認輸，而是看清現實後的清醒。人生不是所有事情都能如願，有些人注定只是過客，有些是注定留下遺憾。你要接納自己的平凡，接納人生的不完美，接納別人的不同。這世上沒有完全契合的人，也沒有十全十美的人生。很多痛苦都是因為不願接受現實。明明已經失去了，卻還在執着；明明對方不在乎，卻還在期待。越不願接受，內心就越煎熬。真正厲害的人，不是沒有情緒，而是懂得與現實和解。第2把鑰匙叫改變。如果有些事情你真的接受不了，那就努力改變。不要總是抱怨生活不公平，因為抱怨解決不了問題。嫌自己窮，就努力提升能力；嫌生活不好，就改變自己的態度；嫌圈子不對，就提升自己的層次。這個世界很現實，沒有人會一直等你成長。你不改變，生活就會逼着你改變。有一句話說得很好，當你開始改變自己，全世界都會慢慢為你讓路。別總想着別人要怎麼對你，先想想自己成為了什麼樣的人。你若盛開，清風自來；你若強大，困難自然變小。第3把鑰匙叫放下。人生最大的內耗，就是該翻篇的事，卻一直放不下。有些人走了，就別再留戀；有些感情散了，就別再糾纏；有些事情過去了，就別反覆折磨自己。人活着最怕的不是吃苦，而是心裡裝了太多垃圾。放不下委屈，放不下執念，放不下過去，最後把自己困在情緒裡，越活越累。其實很多事情換個角度看，就沒那麼重要了。人生不過短短幾十年，何必總為難自己？該來的會來，該走的留不住。與其焦慮未來，不如珍惜現在；與其糾結過去，不如好好生活。生活本就是一場經歷，酸甜苦辣要自己品，悲歡離合要自己扛。人這一生最重要的，不是成為別人眼中的樣子，而是找回真正的自己。願你學會接納，懂得改變，也能坦然放下。不虧於心，不亂於情，不執於人。把心放寬，把事看淡，輕輕鬆鬆的活，簡簡單單的過。因為人生最好的狀態，不是擁有很多，而是內心安定。